老板，天都黑了，这水里什么都看不到。虽然看不到，但能感受到。小时候啊，我爸也爱带着我钓鱼，去湖边晒了几个小时，都晒脱皮了。回家还被我妈骂了2个小时，说我本来就丑，晒完是又黑又丑。我一直想不通，这钓鱼有什么好玩呢？有钱了可以买鱼吃，难道说野生的比较好吃？老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姜太公钓鱼的行为放到现在，那就是行为艺术，放到网上，肯定会被人骂是炒作。你能不能先别说话？啊？鱼都被你吓跑了。可是这地方就你我2个人，我要不说话，还是挺冷清的。创作和设计都是孤独的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设计师的话，你要学会在安静中思考。那我是不是打扰您思考了？你说呢？有鱼啦！呀，哎呀呀！哎啊！不，你对他有感觉，他改变了你。初次相遇的猝不及防，老板，对眼儿。情不自主怦然的想象，是我不正常，还是你在发光？放进去啊！我的鱼竿有没有鱼啊？